面对这个舞台，我将抛下稚嫩，一展风采。年轻就是资本，歌唱要赶潮流，用一样的赞歌唱出不一样的自己。我有我的性格，我唱我的歌曲。梦想开始的地方，实现梦想的舞台。扎西秀，秀出赞歌，打动你。纯净而辽阔的雪域高原，孕育了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借由歌声，连通天与心灵的距离。扎西秀，一次天籁对心灵的洗礼，一场藏民族音乐的饕餮盛宴。这里传递着最真诚的声音，这里汇聚了最优质的歌者，这里激荡着最动听的旋律，这里涌动着最澎湃的激情。来自全国各地的单组战队成员，他们经过层层选拔，最终站到了扎西秀的舞台上。他们将在这里用歌声颂扬青春，用歌声点亮梦想，用歌声向经典致敬。他们将为我们带来全新的藏族音乐体验。嘿，扎西秀，请您用心聆听；扎西秀，请您深情感悟。这里有欢笑，有感动，有温情，有浪漫，有动感，有激情。这里是最心灵的舞台，这里有最天籁的歌声，这里是西藏卫视大型原创现场音乐竞技秀扎西秀，一切精彩即将为您呈现。大家好，最心灵的舞台，最天籁的歌声。这里是由太红珠宝独家冠名播出的西藏卫视为各位带来的大型原创音乐竞技秀节目《扎西秀》。太红珠宝闪耀每一个音符，本节目艺人的配饰和奖品由太红珠宝特别提供。今天的扎西秀呢，就是我和一西卓玛来为大家主持的。一西卓玛，我知道这个名字呢是智慧的仙女，智慧的度女，对。那个小伙子藏语怎么说？小伙子叫菩萨，一西菩萨就是我的藏文名字。哇，好新鲜的名字呀！智慧的小伙子，那我是不是要叫一西摩萨？摩萨是姑娘的意思啊，可以。好了，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我们现场的300位大众观察员，其中100位是来自北京西方中学的学生的观众，你们好。在这里还特别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3位坐镇的音乐观察团成员。首先为各位介绍的是多吉次仁老师，欢迎。顾康早，欢迎。再为大家介绍的是梅朗多吉老师，欢迎。欢迎。第3位何慕瑶老师，欢迎。每一期都有自己的一个音乐主题，我们赶紧来看一下首场扎西秀的音乐主题到底是什么？什么是民族风？高亢嘹亮的歌声，鲜艳华美的服装，欢快奔放的舞蹈。我认为最炫民族风是在高原能听到天籁般的山歌，豁达的性格，稳健的舞步，嘹亮的歌声，最根源性的民族音乐元素，加上最现代的演绎手法，这就是我认为的最炫民族风。最炫民族风尽在本期扎西秀。首场的音乐主题就是最炫民族风。让我们热情的掌声有请3个团队的队长带领着队员闪亮登场。让我们欢迎歌剧王子扎西顿珠带领的阳光队以及队员神奇小资次仁桑珠、摇滚新秀次仁拉吉、说唱组合38兄弟、雪域精灵索朗德吉、未来之星丹增卓嘎。接下来是魔音男神玩马三智带领的祥云队以及队员时尚民族风组合雪山狼马、歌路行者四郎共步、唱作才子淡曲阿弟、热力男生组合雪鹰、清新女生丹巴旺姆。最后让我们欢迎心灵歌手次仁央宗带领的雪莲队
以及队员：青春组合一棒小宝、牧歌新星当猪、爵士女生才让错、动感男生组合桑布扎、亮音女生索朗达吉。谢谢三个团队的到来，尤其感谢三个团队的队长辛苦了。在这里特别给大家介绍，我们祥云团队队长呢是完马三志，但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呢，今天不能前来，所以他请来了他的好朋友乌兰图雅带队长，欢迎乌兰图雅的到来，欢迎，加油！团队的队长展示一下你们的实力和凝聚力，好不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阳光队的队长扎西顿猪。我们阳光队的口号是“狭路相逢勇者胜，扬我一战成一手”，嘿嘿嘿嘿嘿！阳光队胜利！你听这声音哈，多有气势啊！该哪个队了？祥云，听听你们的口号，加油！大家好，我是祥云队队长乌兰图雅。我们祥云队的口号是：祥云出现，火力四射，我们是祥云队，么么哒！好，雪莲队，次仁杨宗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次仁杨宗，我们是雪莲队，我们的口号是雪莲队一枝独秀，傲视群雄，扎西秀。扎西秀共有10期，每期针对特定主题将进行3轮演唱，3轮过后现场投票，给出当期支持率结果。前2期每期支持率最高的队伍可获得一张特权卡，10期过后获得累计平均支持率最高的队伍将成为最佳战队，并将获得2016年西藏自治区春节藏历新年电视联欢晚会的邀请卡。同时，我们也将通过300位大众观察员10期的累计投票，评选出6个单项奖。首场扎西秀3组战队都自信满满地挑出最适合的曲目，究竟3组战队将要在扎西秀的舞台上掀起怎样的最炫民族风呢？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让你留下来？其实是这一场的主题是最炫民族风，我觉得对你们来说太简单了。其实我们有一个秘密武器。究竟3组战队将要在扎西秀的舞台上掀起怎样的最炫民族风呢？答案马上揭晓。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登录扎西秀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评选你心中的太红之星，就有机会获得由太红珠宝赠送的精美礼品。感谢本节目网络媒体战略合作伙伴优酷土豆、腾讯娱乐、腾讯视频、爱奇艺对本节目提供的大力支持。更多资讯请关注最新的微信公众平台扎西秀官方微信及新浪微博。扎西秀第一个出场的阳光队会派出哪位战将呢？是次仁桑珠，我是索朗德吉。这一次特别开心能跟各个合作唱这首歌，我们会努力的。期待我们的表现吧。我在搜索，寻找最动听的歌。我爱唱赞歌，高亢豪放，让我的心洒脱。你来搜索你，梦在经过，留下充满神秘的歌。我爱唱赞歌，虔诚在心上，吉祥的天地回荡广阔。赞歌唱起来，我的激情豪迈。草原情深，姑娘的等待，醉了天上的云彩。赞歌唱起来，我的歌
乐的朋友们，来，掌声在哪里？喜欢唱唱歌，唱唱歌。你来嗦嗦咪，梦在经过，留下充满神秘的歌。我爱唱赞歌，虔诚在心上，吉祥的天地回荡广阔。赞歌唱起来，我的激情豪迈。草原情深，姑娘的等待，醉了天上的云彩。赞歌唱起来，我的歌桑花又开。最爱最爱，民族风，好歌不断传天来。赞歌唱起来，我的激情豪迈。草原情深，姑娘的等待，醉了天上的云彩。赞歌唱起来，我的歌桑花又开。最爱最爱，民族风，好歌不断传天来，好歌不断传天来。好棒啊！我刚才在台侧才知道，他们其实是被扎西临时组合在一起的，对不对？但你们俩怎么会那么默契呢？刚才有好多细节，他用手一指，那边就……你们俩是在下面表演过的，还是真的就有这份默契？我们两个这个很小的时候就认识。真的吗？对，从小你们俩不会是一对儿吧？不是，没有没有没有。不是。那我们接下来听听这个评委对你们俩的点评，好不好？好的。临时组合在一起的，我们请梅朗多吉老师做一下点评。今天看了你们两个特别阳光，而且唱这首歌就好像适合你们两个，因为我觉得既有民族风，也有适合当下的这种旋律啊，确实很流行，对吧？挺不容易的，临时组合的。我感觉到很高兴，用这么阳光，我觉得西藏应该就要这样。什么叫民族风、民族旋风？我觉得这就叫民族旋风。哇！为梅朗多吉老师的话点赞。谢谢。非常开心，因为这个张学友的舞台上第一首歌曲非常的完美，然后心里非常的激动。感谢评委老师，感谢现场的所有的这个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扎西德勒。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扎西秀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评选你心中的太红之星，就有机会获得由太红珠宝赠送的精美礼品。感谢本节目网络媒体战略合作伙伴优酷土豆、腾讯娱乐、腾讯视频、爱奇艺对本节目提供的大力支持。更多资讯请关注最新的微信公众平台扎西秀官方微信及新浪微博。李祥云队呢，他们可派出俩人呢，我们人家团结啊，我们是派出他们组合是吧？我们也有组合呀，啊，而且我们组合是男女搭配。啊，我们也是男女搭配啊。咱们俩女孩一个男孩啊。哦，那就出事儿了。哦，真的是哪三个人啊？是这样的。哦，就哎，他们是组合。对，是组合呀。太默契了，他们这个有挑战。是雪山狼马组合，雪山狼马非常代表有这个西藏风情。哇，雪山狼马非常优秀的啊！行，加油加油加油！扬掌不将，留起我胸膛。
谢谢雪山狼马组合。哎，刚才我还在想呢，我说你们祥云队会派出什么样的阵容来对抗这个阳光队哈？看出来了，多了一个人儿，3个人，那边是2个，你们其实是一个真正的组合哈。雪山狼马，那你们那个3个人都在一起嘛，应该结下了特别深厚的情谊。演出的过程当中，应该也遇到过很多有趣的事，是不是？跟我们分享分享，好玩的，互相爆一下对方的料。对对对。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雪山狼马组合，我是组合的队长，我叫扎西顿珠，我来自四川阿坝。哦，你跟那个队的队长同名是吧？我们俩是同名同姓。太久了。那我应该怎么叫他呢？你叫他小扎西顿珠。他比年轻啊。不知道。哎，让我们啊，看究竟谁才是小扎西顿珠啊？因为你知道今天我是队长嘛，所以你就是大小扎西。说说吧，你们在那个演出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有趣的事，跟我们分享一个。对，因为我听他们跟我讲，据说你们在舞台上有过这个裤子扯掉的事情。对，当时是这样，因为我们那个节目结束以后，最后他有一个动作，就是一个舞蹈动作，这样很帅起来，对，然后他一下去，哎，你做一下那个动作，裤裆全开了。我怕今天也开了。真的吗？真的。什么一个动作？你再做一下，当时。这样。还面对全场观众，哎呦，大家笑完了再想想，真是不容易啊！笑声当中有泪水，但是我们要为你们也点赞。咱们再听听那个老师看了你们的表演之后有什么想说的哈？好的。何牧阳老师，你问我就问对了，问对人了呢。为什么？我跟他们的渊源很深呢。就当时那个裤子就是您卖给他的是吧？开玩笑啊！我觉得他们身上有一种精神，就虽然其实他们作为这种新人的话，他们可能当时候不是最好的条件，但是他们一直锲而不舍。我觉得今天看到他们这个成就，真的非常开心。坚持一定能够胜利，并且你们身上真的就体现了这个民族的一种非常优良的品质，还有你们真正的把西藏的音乐带来了最炫的西藏风。说得好，人活的其实就是一种精神，对不对？谢谢我们的雪山狼马组合，谢谢你们。好，可以稍事休息了。今天呢，在我们自己家乡的一个舞台上来展现自己的时候，这种心情是非常澎湃的，就非常高兴，也有激动。乐队马上要你们出场，你看阳光队人家2个人哎，然后乌兰图雅派3个人。对呀，我们这个人都力量大呀。我觉得你们是不是派4个人了呀？我们这次也准备派是2个人。派2个人。对，重量级的，而且特别爱笑的2个人。他们俩是重量级的。其实我们的重量在年龄上，对，在心上。是说他们俩年纪最大是吗？把这个藏文字母写成一首歌，用音乐的形式来表达出来。无论我走到哪里，它穿过了白云，萦绕我耳边。啊啦哒哒哒，那啪啪啪嘛点。回望那天边的经轮，是谁在转动着一遍又一遍？啊啦咋咋咋哇下撒哎呀姐，深藏在心中的信念，它深深不停地传唱在世界之巅。啊啦啦啦呀撒多内哈哦，爱呀比比比，爱呀比不卡托马多，心里的角落着。
就知道他们表演的多棒啊，是不是？谢谢。哎，我超级喜欢你们在舞台上那种表现力，很帅的那种感觉哈。而且我一直觉得你们的衣服很好看，一定很舒服吧？挺舒服，宽松的感觉哈。你们刚才唱那个是藏文的字母歌，就是一个一个字。教教我。嘎嘎卡卡卡嘎卡嘎啊！我会藏语了，亲爱的朋友们，今后你们请记住我就是双语节目主持人哦，不，3语，除了普通话、藏语，我还会河南话。对，名字叫一西菩萨。一西菩萨，来吧，我们听听老师听了你们的演唱之后想说些什么。多吉次仁老师，他们今天唱的这首歌确实很有创意，听起来很激动，非常富有这种节奏感、律动感、号召力的感觉。对，很有律动感，而且运用这种时尚的这种元素，把藏民族这种文化元素融进去了以后，听起来以后，确实有不一样的感觉，不像我们通常听到的 rock 这种律动。藏民族也有自己这样的律动性很强、节奏很强的这种音乐，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今天向他们表示祝贺，希望今后能多看到他们的演出和演唱，创作的新的这种曲目。谢谢多吉次仁老师。雪域高原的纯净之选，感谢最心灵天然涌泉对本节目的友情赞助，感谢最心灵藏香对节目的支持。最心灵系列让您尊享雪域高原的纯净精华，低福更健康。感谢藏茶之王仁增多吉为本节目提供赞助。经过了第1轮的演唱，3组战队在首次亮相中不约而同的都派出了团体组合出战，带来不同风格的最炫民族风，全新的演绎让人充满期待。那在接下来的第2轮表演中，他们又将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我们又要拍谁了？觉得我们3位也可以来一下，因为丹丹是年纪最小的，对，年纪最小的，张大兄弟又是说唱特别厉害的，然后我们一起加油，好不好？加油！在那遥远的地方，你都可能不曾来过。经营它草原，游牧民族时代在这生活，神秘的文化，美丽的矿产，文字城在这里坐落。国际赛事黄埔赛，每年都在这里争夺。遥望巍巍的雪山，穿行在月山间。文成公主在这个地方表达对长安的思念。青海湖边油菜花田，金兰一片绿水青山，百花争艳，海天相见，似乎海天一线。以食为天，手抓面片，美酒喝干，牦牛肉干，嬉笑言欢，热闹非凡，一场美食盛宴。西陲爱你一个没有是非的地方，西伯高原又有多少人在对它向往？珍贵虫草漫山青海，处处都有宝藏。不迷放在祁连山下的牧场，古老唐伯古道和丝绸之路，彰显着美丽的中国夏都。歌舞的海洋，游牧的民族，巍巍昆仑是你心灵的归宿。那个遥远的地方不再那么遥远。神奇天路带你走进童话般的世界，那位美丽的姑娘依然能坐在山间，年迈的小羊它还在羊圈独自眷恋，牛毛编织帐篷它还在冒着炊烟，那位老人用音乐谱写了大卫诗篇。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的长房，都要回头的张望她那粉红的笑脸，好像红太阳。月亮，
做梦来呀，就随梦就送下来，把这个冲锋从地qua来救。总统人们他们比萨斯汤，当努力送人们跟来抢。绿色默默的给点的烟巴拉，让那个真心的追梦的说，如果你从外地上就巴拉，蚂蚁播种天地在巴拉，不是个那么粗细，人你那么的细，逻辑逻辑强成那么胸口里强成那么嘴皮怕一播种那有。播种逻辑就定和谐，播种爱一起被拍，播种强人个一天来吃的嘴巴拉，播种强人个一天来吃的强子弹，播种强人个一天来很强的你有。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的她的长房，都要回头的张望，她那泛红的笑脸。好像红太阳，她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我已经发现他们的亮点了，就是出场。你看这个歌名是在那遥远的地方哈，先是一个姑娘在唱，然后有一个小伙就路过了她的帐篷，开始四处在这帐篷外张望，然后最精彩的就是你出场，你知道吗？你完全是以这个姑娘的爸爸的形象出场的。谁围在我姑娘帐篷跟前呢？然后老丈人一看小伙还不错，好，你们继续吧，我走了。你们小时候，你们三个谁在那个牧区在草原上生活过？我是拉萨的。啊，你是拉萨的，还不是一个地方的。你们队长太有才了，把你们给拧在一起了。万点鸳鸯。来，咱们听听那个我们的评委何老师，你来吧。这首歌曲我相信全天下的华人都非常熟悉，我也听到过很多不一样的版本。我觉得今天他们这个版本非常有意思，加上藏语的说唱，女主唱也是比较偏 R&B 的唱法，在里面融合的非常巧妙，非常有味道。这令我想起就是有一句词，就世界是平的。其实，在80后、90后以后，其实全世界资讯其实大家都一样了呢，大家都在一个起跑线上。所以用我们的民族音乐元素，照样可以玩出非常流行、非常国际化的东西。所以祝愿你们走得越来越好。谢谢好，谢谢。可能一说到我们藏家的歌曲的时候，大家可能想到的很多都是原生态的一些歌曲哈。其实不然，我们藏家的文化也是丰富的，也是多元的。你看我们的说唱也是那么的时尚哈。谢谢你们，谢谢老师，谢谢。因为这是我们大家不是个人，大家都是团队，所以有压力。因为我觉得只要站在舞台上那一刻，我就得珍惜这一次机会，因为我要把我最好的展现给大家看。要享受舞台吗？阳光队在第2轮有新的亮点出现了，祥云队、图雅，看你们的了。第2轮你们派出的又会是谁呢？你们派谁呀？我们队各个都是几个有。其实我是想让我们队足够配合。对，我觉得队长，你看前面2个队都是组合，我觉得这一次我们这个队的话，就应该出一个单个节目，出我们的单巴美女。那我们就派我们的美女主任。把真心减少，有过太多伤心的过往，要在雪里找到归属的方向。想要爱出现在高原之上，许下承诺，仰望生死茫茫。拉萨的天空干净明朗，幸福像太阳照进我的心房。
舍不得放下。当我陷入你温柔的牙，心里梦里日夜全是牵挂。我有着爱情像洁白的哈达，给我信仰，给我另一个童话。当我攀上你心的海拔，就会看见寂寞浮云变成雪花。 永恒高的真的真的俺们起劲点的内容，马家过来一来呀，从前我们用的呀，马能过多一来人，真的跳的用那种的，sem都sem不去把他们这种东厂某某干他们一种爱你嘛那啥，刚空心起劲点的内容，说啊梦浪的带你起劲点的内容。想要爱出现在高原之上，许下承诺，仰望生死茫茫，那撒的天空。 漂亮的一个姑娘哈！刚才我一看她那个报名表，才知道，哦，她来的这个地方就盛产美人，美人谷。哎，这个地方就真的就是出来的姑娘都特别漂亮，是吗？为什么呢？那里主要我觉得是那儿的水还是？对，气候也非常好。哦，出来的姑娘都很美。对，我在那里都算是丑的了。哦。 一定要去这个地方看一看，很多漂亮姑娘呢，攒钱攒嫁妆，她呢，攒钱唱歌买歌，然后放在网上。一直都是攒一点做一首，攒一点做一首，然后差不多4年的时间吧，然后拥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专辑。我就听了这个故事，我特别感动。你有很多姑娘攒了好多的钱，最后留下的一柜子的衣服，一窗台的化妆品，哈。 他留下的就是一个专辑，结果腰包空空。但是很开心，就是觉得有回报嘛自己。我看你快哭了，是不是特别难呢？这几年。挺难的，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开心啊。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是值得的。最难的时候在北京难到什么时候？ 就是也有交不起房租啊，这种也有。真的，房租都交不起来了，还要攒钱，要买歌、唱歌。对自己喜欢嘛，但是更多的还是开心。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值得。那你有时候因为你是个很漂亮的姑娘，我就在想，会不会出现这样的场景？有时候你站在大街上，你看到一样可能还没有你漂亮的姑娘。
都穿得很好，打扮得很好，吃得也很好，有男朋友爱着，可你自己那么不容易在攒钱、唱歌，然后走着一条好像看不到太多目标的路，会不会心里很难过呢？其实也有想过放弃，但是可能自己太喜欢唱歌了，放不下，所以还是决定坚持。就只要一唱，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好不容易啊！加油，好不好？听听老师的，梅朗多吉老师，您看这么可爱的姑娘，您以后能不能给我们写写歌呢？首先，我要说的是，你对音乐的执着，我表示确实由衷的感谢。不容易。所以你只有这种精神，我觉得歌，我想不是一个难题，就是什么难题，唱歌。因为什么？刚才听了你这首歌，确实朗朗上口又简单，也不是那种。希望就是有你的这种精神，再唱一些我们就是西藏的，用山歌，对吧？改编成流行的，啊，而且是难度大一点的。我希望在这舞台上就要听到这种流行歌曲，既有山歌，就是骨子里面就是有山歌的这些味道，对吧？有朗玛的味道，有山歌的味道，有锅庄的味道，有弦子的味道，这种。在流行歌曲里，这才是我觉得最炫民族风。所以，确实刚才听了你的经历，我特别感动。所以，怎么说嘛？如果我们有机会，我愿意为你写歌曲。谢谢老师，太棒了！千里马必须要遇到伯乐。我觉得你今天来真的是遇到伯乐了。我觉得有这份执着，因为我们热爱音乐，我们要把好的音乐带给更多的朋友，把藏家的好的文化带给大家，这就是我们美人谷的姑娘。谢谢你，谢谢。我觉得今天真的太值得了，来这里。然后梅朗多吉老师说要给我写歌，真的特别开心，真的要谢谢。雪莲队第2轮了，你们派出来的又是谁呢？你看，收获了一片的眼泪，该你们了，加油吧，雪莲队！我们一起为他们掌声送给他们。嗨，大家好，我们是一棒小宝，这是我们这特地的去选择凤凰城市的，这是民族风，然后准备做一次改变。对，然后就是融入了一些比较 hip hop、R&B 的一些元素，去改变，打破一些大家对音乐固有的一些观念吧，就是做自己。Stay here, baby. Here we go. 1 for the money, 2 for the show, 3 for the tea, hip hop, you didn't have it all. Each is on side, check it well. Each is on side, wiggle well. On fire, you step, listen, be yourself. LHASA, homies, here we go. With the hip hop country to the star party tone. It's a fuck to see, to me, to be just say whoa.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Yes, stay here, baby. 永远都唱着最炫民族风，让爱卷进所有的尘埃。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来。悠悠地唱着最炫的民族风，让爱卷进所有的尘埃。
가보 나보 들이권교 뒤동디 딘자 나보 Take a party like a Hong Kong 포셔모셔 장마 yellow 바tom Baby let me copy tree Can't buy you tree You a party queen 들이pengo me so badly Cause it's antique you don't want me 하 지구 내게 뭐뭐 주시 가보 범어들이 소문에 서면 누르게 잡고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 Stay here baby 永远都唱着最炫的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 One more time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让我用心把你留下 Stay here baby 永远都唱着最炫的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 One more time 让爱卷走所有的尘埃雪莲队好出其不意啊，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版本的最炫民族风。来，上前一步，一棒小宝。哎，你们俩是还在读书是吧？我毕业了。你毕业了？我还在读，我现在大三。大三，你是学？我是学影视表演的。我是学政法的。法律的？对。跟音乐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你爸妈同意吗？说实话，还是不同意的。跟你那个争得厉害吗？真的有争过很厉害的时候。哎，这样吧，我和小宝扮演一下你的爸爸妈妈，好不好？好啊。过来，老伴儿。我老伴儿还是挺年轻漂亮的。我跟你说，你怎么生了这么一个儿子啊？哎，这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儿子？看上去比我还老，头发都白了啊！我让他学法律，他要去唱歌，你当妈的也不说说他，这日子还过不过了？别这么说咱妈。什么叫咱妈？她是我太太。说我妈，别这么说我妈。你说，你到底当不当律师啊？律师我考不上那证，那证太难考了。媳妇儿咋娶呢？就是啊，我都这么大年纪了，我急着抱孙子呢。现在还小，别那么着急。不小了，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你已经都在我怀里抱着了。这日子没法过了。是这样的，你知道还是我知道？当然我知道了。哦，对，应该你也是知道的。你说，理由是什么？我还是真的很想在音乐上面就是做出点成绩，然后希望你们多给我一点空间还有时间，然后到时候肯定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交代。你就看在儿子那么真诚的份上，就让他学吧。你怎么那么像跟他搭档的那个小宝呢？你怎么当着他说话呢？我就是，我回去了。你回去。哎呀，不容易啊！爸爸妈妈比我们应该还凶一些，是不是？对。不过呢，坚持一条道路，除了自己热爱还不够，还要业内的人认可，觉得我们走这条路是合适的。我们听听何老师的。我刚刚听了他们歌，我觉得两个字挺颠覆。你们是我刚刚看到的前面所有这些组合和歌手中间，你们是对欧美音乐领悟的可能是最地道的，因为你们潜力非常大。但你们需要做的是怎么样民族化，把它消化。刚刚你们的这个音乐上面给一个小建议，就是你们节奏还要加重。hip hop 的东西节奏还不够，现场不够振奋人。你的表演到位了，但节奏不够的话，你还是带动不了群众。哎，肯定你们了，说你们是在欧美音乐领悟的最好的。待会儿呢，就把那个回去之后，把这个何老师这段呢剪辑下来。有爸爸妈妈在反对的时候，直接一按播放，就让他们看一下，就不用再苦苦的哀求他们了。好，谢谢一棒小宝，谢谢你们。因为是第一期，所以说还是会有点小紧张，但是我们俩还是尽全力了，比较满意吧。感谢本节目媒体合作伙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西藏广播中心、中国藏语广播网、中国民族广播网、西藏人民广播电台、中国西藏之声网、中国藏族音乐网提供的大力支持。感谢本节目移动终端合作伙伴：唱吧、天籁之音、藏歌音乐客户端、成都手机报4G版看度手机客户端对本节目提供的大力支持。
90后时尚组合一棒小宝的最炫民族风，结合了 rap、hip hop 的流行元素，创新的演绎着实让全场嘉宾耳目一新呐。经过2轮演绎，现场高潮迭起，接下来第3轮可是由队长出战了。首先是阳光队的队长，偶像与实力兼备的人气唱将扎西顿珠，又会拿出什么样的秘密武器呢？你是我们今天阳光队的队长啊！刚才你已经看到了，你的所有的队员已经全部都是演出完毕了，感觉他们唱的怎么样？今天？我觉得他们今天非常棒，因为今天是第1期嘛，大家虽然能看得出来都有紧张，但是在台上的状态还是很棒。那么接下来马上就该你登场了，对于自己有什么感觉？就是期待什么？我就觉得今天一定会嗨爆全场，然后所有的朋友都会给我们投票，所以我们阳光队必胜，必胜。OK， 马上该你上场了，来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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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到他，忘了是初春还是炎夏。他说话的时候咬着小指甲，在月光下唱着回到拉萨。他说爱是他心里的布达拉。一个人走在那川藏路上，留下了孤单的脚印两旁。少年的理想让我背起行囊，挂念的他正在哪儿流浪。即使分手的理由我早遗忘。会不会唱？那你敢看一波雨色，散落的名字美得像流淌的河，凝滞的河。唱这首野歌。一个人走在那川藏路上，留下了孤单的脚印两旁。少年的理想让我背起行囊，挂念的他正在哪儿流浪。即使分手的理由我早遗忘。跟我一起唱好不好？那你敢看一波雨色，散落的名字美得像流淌的河，凝滞的河，康定的歌，谁又想起那满你对上的功德？我在6000公尺的路上唱这首野歌，一起来好吗？那你敢看一波雨色，散落的名字美得像流淌的河，凝滞的河，康定的歌，谁又想起那蚂蚁堆上的功德？我在6000公尺的路上唱这首野歌。祝所有的朋友大喜！谢谢。谢谢。哎呀，那些姑娘们，你看看，含情脉脉的都在看着你，然后都在羞涩的在那儿笑着。对，藏族姑娘是很羞涩、很内敛的，对。啊，那你就看人家一眼嘛。我一直在看。你马上全部低头。哎呀，真是有，哎，真有。对，我希望大家待会儿一定要给阳光队，最热烈的掌声的同时，还要给我们投票，好不好？谢谢。刚才那个我们说到了，其实队长上来就是为自己的团队拉人气的。女生我觉得
你应该拉一拉人气，你用一种当然特别的方式。好，我是觉得我们队呢是最年轻靓丽的一个队，当然别的队非常的厉害。他说他们队最年轻靓丽，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哎，你的意思就是人家团队都老了是吧？我说，当然别的团队也非常的厉害，但是我觉得新生的力量是最可贵的，所以希望所有的朋友，支持我的同时也支持我的所有阳光队的队员，谢谢你们，谢谢。但我觉得你看你们阳光队获胜，好不好？加油加油！谢谢张希，谢谢大家。当在台上演唱的时候，其实很感慨，因为台下的几位观察员老师他们都是跟我有很多交流，应该说看着我成长的老师们。然后在台下的很多观众，他们都嘴里都在唱我的那个川藏路的副歌，所以很感动。我也很感恩，就是有这么一首歌曲能进到大家的心里，让大家喜欢。阳光的少年，马上祥云般美丽的姑娘就登场了，乌兰图雅。我们来看看图雅带来一首什么样的作品，要灭了2个团队。来，掌声欢迎乌兰图雅。亲爱的人，你的笑容让我心陶醉。无论你是谁，我们是朋友，送你一首吉祥的歌。你呀你呀，亲爱的人，你的浪漫让我情激荡。无论来自何方，我们是朋友，跳着一支欢乐的舞。来。你呀你呀，亲爱的人，你的笑容让我心陶醉。无论你是谁，我们是朋友，送你一首吉祥的歌。你呀你呀，亲爱的人，你的浪漫让我情激荡。无论来自何方，我们是朋友，跳着一支欢乐的舞，一起来。谢谢图雅。哎呦，我见图雅很多次了，还没见她在这舞台上这么放得开。为了这个队长能够拉点人气哈，来回的跑啊，送你一首吉祥的歌啊，那边也送一首吉祥的歌，拉拉人气，谢谢赶紧为你们祥云队拉拉人气。非常的开心哈！今天站在舞台上，不是自己，是整个团队，而且我是非常有团队精神的，所以我当这个组长，我非常的愿意，也非常感谢我们西藏卫视给我们这样的平台，展示我们热爱我们西藏多情的这种文化的这种平台和机会。所以说，我们的名字叫祥云。
非常有吉祥的意思。所以我这首歌第一次那个出场就叫《送你一首吉祥的歌》。那其实祥云是在我们上下5000年这样的中国的文化，它是一个非常有标识的一个文化。哎，你说的真对，祥云是吉祥的。对呀。扎西秀，扎西也是吉祥的意思。对呀。你又送上一首吉，哇，队长厉害就厉害在这一点，全部都压着拍呢，是不是？那必须是啊，所以给我们祥云队加油好吗？谢谢你们。话里有话，我觉得最厉害的就是乌兰图雅。你看，我们是有一个思想的团队，他的意思就是，如果你不支持我们，你们就是没有思想的。谢谢乌兰图雅，谢谢。好了，雪莲队次人央宗要登场了，我们来听听他带来的是什么作品。有请雪莲队的次人央宗。大家好，我是次人央宗。这个歌呢，主要表达的是勤劳朴实、能歌善舞的藏民族对劳动生活的热爱。小人制作地板，天在的蓝南汉；小人制作喇叭，天在的蓝南汉。几千年前，2台人的小老皮，我是谢天大老皮，你拉兄。小人制作地板，天在的在南唐；小人制作喇叭，天在的在南唐。小人制作鼓把，锣在南唐；小人制作舞笛，叫在南唐。几千年前，2台人的小老皮，我是谢天大老皮，天狼兄。我是谢天大天狼兄。老爷别狼兄。谢谢次人央宗。唱的今天是打墙歌哈。对。打墙歌是。打墙歌是劳作和歌舞融为一体的，就是节奏非常的欢快，就是干活的时候唱的一种歌。对，而且情绪也特别热烈，您也看到了吧？要我给您教一段舞蹈。对，因为我觉得刚刚的4位小伙子跳的都特别的好，所以我也想在这边呢，观众朋友想不想看一看呢？我也不是吹的，我跟你讲，当年我也是在中央芭蕾舞团带过的。这个话说的好像是谎话。跳就跳嘛，我跟你讲，民族舞我最会跳的就是藏族舞。真的吗？真的。1、2、3、4，嗦。我成功的已经成了雪莲队的拉票队的队员了。哎，你们会支持雪莲队吗？
谢谢。我已经完全不信任他们了。每一个队长上来说你会给我们投票，我们都说会。好，谢谢自仁杨总，一会儿希望你们也取得好成绩，好不好？我们3个队都已经展示完毕了。那其实我放眼望去，我们3个评委老师，其实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会唱的，是不是？包括梅朗多吉老师搞作曲，作曲首先得会唱，是不是？何牧阳老师写了那么多歌，那写完之后，其实还没到那个歌手那儿，他第一个唱。那多吉斯人老人就更别提了，大都会歌剧院都是唱过的哈。你们想听谁的今天？哎，我就喜欢你们这些爱起哄的观众，你知道吗？就不必我一个人说了哈，那就让何老师来一首歌好不好？原来我的爱你是看清自己，阴晴圆缺中身不由己。你柔弱的胸怀，放不下的深情，让我只能远远想你。原来我的爱你被掩盖痕迹，回头望只是冰天雪地。你狂乱的马蹄碾碎我的流离，爱却依然执掌，是了心不息。我在仰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昨天遗忘，风干了忧伤，我要和你重逢在那长茫的路上。生命已被剪影，潮落潮涨，有你的远方就是天堂。原来我的爱你被掩盖痕迹，回头望只是冰天雪地。你狂乱的马蹄碾碎我的流离，爱却依然执掌，是心不息。我在仰望月亮之上，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昨天遗忘，风干了忧伤，我要和你重逢在那长茫的路上。生命已被剪影，潮落潮涨，有你的远方就是天堂。有多少梦想在自由的飞翔？昨天遗忘，风干了忧伤，我要和你重逢在那长茫的路上。生命已被剪影，潮落潮涨，有你的远方就是天堂。在日月潮上后，你在谁身旁？
用温柔眼光让黑夜绚烂。亲爱的朋友们，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扎西秀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评选你心中的太红之星，就有机会获得由太红珠宝赠送的精美礼品。感谢本节目网络媒体战略合作伙伴优酷、土豆、腾讯娱乐、腾讯视频、爱奇艺对本节目提供的大力支持。更多资讯请关注最新的微信公众平台扎西秀官方微信及新浪微博。我们3个团队的队员都为大家带来精彩演唱，队长也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节目。那按照我们的游戏规则呢，我们还要看一看3个团队哪个团队的人气更好、更高、更受欢迎。来吧，就让我们有请我的搭档一袭卓玛带着3个团队的队长队员们闪亮登场，热情的掌声！阳光队、祥云队、雪莲队。哇！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今天的投票环节啊，请300位的大众观察员拿起你手中的遥控器，为你喜欢的战队投票。如果您支持阳光队，请按1号键；如果您支持雪莲队，请按2号键；如果您支持祥云队，请按3号键。如果您觉得3队都表现得非常好，那么1、2、3号键可以共同选择。3、2、1，请按键，赶紧拉票，赶紧拉票！是1号还是2号还是3号？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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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扎西，我建议你现场做俯卧撑吧。哇！扎西，俯卧撑没白做。就是。现在我们宣布，目前排在最高的是阳光队79.3%。排在第2的是祥云队73.7%，排在第3的是雪莲队70%。我们的3位评委老师会把票投给谁？他们每一个人手中有5%的这个票，也就是说，他把这票投给了谁，谁就加上5票。是的。多吉慈仁老师，这票您投给3、2、1。雪莲，现在雪莲队的最后得分是75%。好，梅朗多吉老师，您这票投给，确实很激动，但是我看到阳光队。现在阳光队的支持率是84.3%。侯牧阳老师，该您了。其实我这个选择好像对结果没有太多意义了，但是我还是要选择啊。我选择祥云队。祥云队。本场支持率最高的就是阳光队。获得我们本场支持率最高的团队呢，会得到什么样的荣誉呢？一希会得到一个禁言卡。哦，禁言卡是怎么个方式啊？禁言卡的权利可就大了哟啊！如果你拥有这个禁言卡，你可以在任何一轮中，你发现另外一个队员对你造成压力了，其他团队的队员，你可以禁止他出战。颁发禁言卡。经过3轮激烈的比拼，扎西秀首场最炫民族风主题演唱，最终由扎西顿珠带领的年轻动感的阳光队获得全场最高支持率，赢得了第1场的胜利。3组战队精彩的表演获得现场观众与嘉宾热烈的掌声。那在下期的最美香巴拉主题演唱中，各队又将带来怎样的表演？就让我们拭目以待。最心灵的舞台，最天籁的声音，一切精彩尽在西藏卫视扎西秀。下期节目敬请期待。太红珠宝闪耀每一个音符，西藏卫视大型原创音乐竞技秀节目《扎西秀》由太红珠宝独家冠名。最心灵的舞台，最天籁的歌声，尽在太红珠宝扎西秀。本节目由西藏影视发展有限公司、中视天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制作，感谢收看。扎西秀第2场再见。